郑牧师，还有我们在座的所有长职们、所有弟兄姐妹，还有我最爱的我们梅花教会的诗班跟社青大家平安。时间很短，但是是非常宝贵的。我相信在主日的里面，我们可以一起在主的里面来彼此的分享，不单单是神的话的分享，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即便你没有说话，即便你带着喜乐或者是你很沉重的心，但是一到主的圣殿，好像我们整个就是里面的重担，好，我们都不说话，神都慢慢的减轻。然后呢，让我们在这里很平安的，很依靠的在主的里面，我们可以依靠神。感谢神的恩典，我们5点以前就一定要起床，因为我们要整理一些东西。我们6点半准时出发。那我们当中还有家里没水，停水，他4点多起来，还要到山上去弄水。然后呢，整理，然后我们就开始出发沿路上我们对台北也不熟，有的人我们就一直沿路就 Google， 然后打电话 Google 也没用你知道，对山上的人 Google 没有用，他左转我们右转，红绿灯停我们照走，好几个我们来了之前都被罚红单了但是可是一到这里就是说本来很浮躁的这个心情，我们一进到圣殿的里面，看到神的荣耀，更看到弟兄姐妹你们这么热情的一个一个握手来迎接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都在主的里面得着安慰。我相信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在主的里面彼此建造，求神继续帮助我们。今天我不要讲台语啦，一点点啦，所以我不能用台语讲到。但是曾牧师是说没问题，但是我觉得我前面还是有一些的问安。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女婿啦那大家也为他们夫妻现在正在休息当中，他们也要找下一个教会，也为他们来祷告。那他的台语讲得很好，所以我要请他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那在这里我们梅花教会再一次我们线上感恩。那除了我们谢谢淡水长老教会的接待接纳之外呢，我们也来一个邀请，邀请你们有机会就来到山上，不一定是来没有目的的，反正你就来山上，你只要找到梅花教会，我们每一位只要看到的我们教会的人都一定接待你们。那希望你们有机会可以到我们尖石乡梅花部落来走一走。那梅花部落呢，我们教会在那里今年是第76年，第76年。那我们在70年的献堂，我们献堂70年的感恩礼拜，也就是我们修建教会献堂的纪念的感恩礼拜。在那个时候之前，我们用了2年半的时间重新建造教会。那我们梅花教会是我们泰雅族的第一间教会。除了第一间教会之外，还有一件事是在整个全世界的复兴运动史的书籍的里面，都有记录这一段圣灵造访台湾原住民的这个记事。在1972年开始圣灵造访台湾原住民，就在新竹尖石乡。2年后1974年的11月11号，也就是耶稣他亲自从天上的那个云彩向着梅花教会。那这一段记录非常的宝贵，今天我没有在这里要
很详细讲这一段。那我也希望曾牧师带领我们教会的同工们、弟兄姐妹们有机会到那里，我们一起来分享圣灵的作为。那今天我要特别再来一次的请安，就是我们梅花教会很特别，就是我们先盖了，我们先修建教会，然后呢，我们后续再去募款，还有我们对内募款，我们也对外募款。我们的总经费，教会的整个拉皮还有里面的再造，我们总共是花了2200万。那我们陆续的一直在还，目前还大约我们还欠将近1000万。所以若不是神的恩典，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来到这里。那我们也只是神的器皿，因为我们要建造教会之前，是因为我们教会已经开始很多的地方在漏水，然后呢，我们因为是山上的教会，所以我们的墙壁都是壁癌，那所以我们就开始的就预计，我们就开始做那个修建，所以一直到现在，那神真的很恩待我们。那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好，我们透过我们每一年，我们近2年我们比较少外出，因为特别是今年又疫情的关系。那神特别安排我们今天在淡水长老教会，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印记，就是我们未来我们教会会更多的也会去接待更多弟兄姐妹来到我们教会，就如同淡水长老教会，你们一直不断的去照顾其他的教会，然后呢，你们也在社会的公益跟这个关怀的事工也做得非常好。那我们也期待我们梅花长老教会也会继续这样就是可以更多的彼此的关怀，求神保守我们，也愿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主的里面，透过神的话来建造。那我特别介绍一下，因为第2堂可能大家也不会再就是跟我们一起，所以我特别介绍我们教会的吴家荣传道，还有师母，好，师母，对。好，那我们还有我们的智商牧者高月兰师母，对，她也是我们诗班的老师啦哈。然后以竹老师，他也是我们的诗班老师。好，那我们的长职请一起立，长职，好，谢谢。那其他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些会友愿意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打拼的哈，为神的国求神继续帮助我们，也愿我们在主的里面不断的用祷告来彼此祝福我们也在主的爱的里面彼此的建造。好，大家平安，平安。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教会伫主的厅内面会当接纳阮来到遮，为着建堂的经费来募款。互咱会当做伙来领受上帝丰富的恩典甲福气。伫信息开始的内省，咱有一段小小的影片，会当成做咱开始的一个引言吼。请咱音控同工帮我放一下好无？若有声音会更较好。เขาจะได้อะไร
ถ้าเขาทำแบบนี้ทุกวันเขาจะไม่ได้อะไรเลยไม่ได้รวยขึ้นไม่ได้ออกทีวีไม่มีใครรู้จักไม่ได้มีชื่อเสียงที่มากขึ้นเพราะสิ่งที่เขาได้คือได้แค่ความรู้สึกได้เห็นความสุขได้เข้าใจได้ความรักได้ในสิ่งที่เงินซื้อไม่ได้ได้โลกที่สวยงามกว่าเดิมในชีวิตคุณอะไรคือสิ่งที่คุณต้องการมากที่สุดไทยประกันชีวิตเชื่อในความดี多谢这是一个广告啦吼，一个泰国的广告。我做欢喜泰国，我做以来泰国的广告，因为伊拢藏足侪的伫人的生命的元素伫内底。吼，这是今仔日伫这个过程，这个经文内底，咱会当来想的。吼，那假使咱是迄个都市内底的一个人，拄着这个物件，拄着这个代志，咱会去安怎做？好，咱会去安怎做？好，咱进入到经文内底，第一项咱要来想的是，被起造是为着要教治基督，教治基督。台语圣经安尼讲，教治基督。教治基督，可能咱无通真体会是啥物意思。总是若换另外一个词来讲，咱会当相当有来体会。教治基督的教治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诚侪意思，诚侪意思。意思就是讲，咱的教治基督，就是要诚做基督。诚做基督，毋是讲咱来为人牺牲，咱无迄个困难。总是讲，诚做基督是要诚做基督的款式，搁较清楚。咱每一个人拢诚做一个小的基督，小的基督也是咱常常咧听见的门徒，也是学生。所以咱被起造，并毋是无目的的。是基督有真重要的代志，目的甲计划伫咱的生命内底。各位兄弟，请问咱敢会去做迄款无意义的代志？敢会？袂啦吼！咱做逐项代志拢有伊的意义，咱袂去做迄款无意义的代志。所以，咱会当同款的想法来想，基督敢会做无意义的起造？袂。基督若起造，一定有伊的意义甲计划。好。那安尼来讲信息话的目的是啥物？伫听内底讲信息的话，是帮助咱家己会当来面对真实，面对真实。咱来好好伫经文内底看见耶稣基督为咱伫咱生命中间的计划。首先，咱看伫经文内底讲用疼心讲话真实。首先，牧师想要问咱大家一个问题：咱敢有伫某物情况内底用即句话要来教示人？
哦，因为我伫主的听内底，对你爱讲话真实。哦，即款的场景伫内底，有当时咱会无小心、无注意，来用即款的方式讲，我对你是因为我在主的爱里面对你说真实的话，总是。有当时，咱敢若是看见对方的错误，想要用这句话来，互对方来听见，主神来听，咱要甲伊讲的错误，安尼互伊来悔改。比如，拢会安尼讲啊，可能某物兄、某物姐，伫主的听内底，我一定爱诚实甲你讲，啊，过来。全部咱要甲对方讲对方的错误，一摆甲拼出来，倒出来，咱也无去想讲对方敢听会落。咱讲完，咱就准拄煞，吼。总是即句话敢是安尼用的，我嘛是用听心讲真实话啊。可能安尼敢若用着30%尔，袂到一半吼。这就是安怎咱家己对方甲。有当时到整个团体无法度通愈来愈好，原因毋是上帝的话无气力，原因是甚物？是因为咱用毋对的方式来去用。安尼咱就爱来看卖啊，用听心讲话信息应该安怎用？第一，咱就爱面对真实，这是世间上上困难的课题，因为咱就爱避办心，真实是世界。伫人的一生内底上困难的功课，莫讲迷信者，就准讲咱即群已经互上帝、已经互基督牺牲来拯救的人，都无一定欢喜来面对真实。安怎讲？我用一个上好笑的例吼，月底的时阵，咱上无爱看见的，就是价金铺仔内底的笑话。月底的时阵，因为无钱啊，吼啊是讲。先生也是太太，通常在教咱念的时阵，咱会当作无听到。举一个我家己的例吼，我常常安尼，我的太太牧师娘，也是讲传道，伫厝内底的时阵，有当时我会较面单，无愿意斗洗衫，这毋通学吼。牧师娘来念讲你着应用伫遐斗洗车衫是安怎晓？这时阵我着当作无听到。因为这是我无想要面对的真实啦，面单。所以，我敢有听到有，我敢有想要面对无爱。这就是我爱去承认这部分我是有缺点的。对人来讲，上困难的毋是修正，毋是调整，上困难的是承认家己是有缺点的，这是上困难的。所以，用听心讲话信息进前，这件功课咱就爱先来学习。学习什么？学习面对信息，面对承认咱家己是有缘不足的。学习来承认讲我家己的性命是有缺点的。我自细汉时阵有一个广告咧安尼讲，两个做兵，一个敢若是兵，一个敢若是班长。好这个广告是咧。伊咧搬啥我已经袂记，总是伊的广告词一直互我一直记到今嘛。这是用华语在讲的，在刮别人的胡子之前，要先把自己的刮干净。细汉时阵，我感觉这真好耍，较会安尼讲。大汉咱来发现，这句话有真大的道理伫内底。所谓面对真实，就是先承认家己伫生命中间有真大的缺点。互家己讲，我嘛是一个无完全的人。这份功课会当互咱可以让我们学大半辈子。安尼，现在可能会问，安尼牧师啊，面对真实是毋是讲一定爱看我家己无够好，看我家己无够有，看我家己无安怎？毋是这个意思。是啥物意思呢？那是头拄牧师咧讲的，这就是不断咧否定家己，不断咧看低家己。所谓面对真实，敢若是理解家己毋是完美的，毋是上好，毋是无瑕疵的，是要互咱伫面对其他人的时阵，态度毋通遐硬啊！态度毋通遐硬，因为我家己嘛是有缺点，我有啥物款的资格来面对别人讲啊？你一定爱安怎？
面对家己的真实，要互咱家己有即款的态度尔。对人的时阵，放较软的，较谦卑的，较谦卑的。面对真实，是要互咱来看见需要长大，还是被成长的机体。看见真实有真侪面相，今仔日无可能一摆讲完。有可能你是看见家己的真实，看见团体的真实，看见环境的真实，看见状态的真实，等等等等。总是今仔日要甲咱分享的是看见具体的真实。有当时咱会感觉讲啊，这个世界是我尔啊水，咱的教会是我尔啊富有，咱的教会是我尔啊充足。煞来袂记讲，教会门外口阁有真侪等待咱的帮助的人，等待咱帮助的人。咱若有家己，咱若有能力面对家己的真实了后，咱会发现一件代志，就是咱的观察的能力变甲比以前更较好。咱会去注意到以前无注意的代志，特别是等候咱有气力了后，会看见上帝爱咱去做一寡利益其他具体的代志，利益上帝家己荣耀上帝家己国度的代志。安尼兄姐，咱可能会问：爱牧师啊，敢是爱我真有爱我真有钱，爱我真有人，爱我真有气力的时阵，我才会当去帮助别人？其实这甲咱有偌济资源，有偌济人，能力有偌好，无真正面的关联吼。上大的关联应该伫生命的成熟顶面。敢会记得头拄咱看迄个影片，迄个广告，伊敢是大头家？毋是呢。伊敢真有人？无伊一个人。伊敢有真侪时间去帮助别人？无呢。迄是伊逐工上班，逐工咧行的路，安尼尔。所以，这广告还是讲即款的影片，在甲咱讲一项代志是帮助别人。在伫咱性命敢有够通成熟，甲咱落地仔内底偌济钱，甲咱的团体有偌济人，其实无一定有真密切的关系。今仔日你一个人嘛是会当共帮助。伫这个过程中间，咱会去看见，咱若要甲人帮助了后，上帝互咱即款的呼召，要互咱去甲人帮助。有可能有两款的情形，就是有的肢体伊知影要安怎去寻求帮助，有的肢体伊无法度、无方法，伊敢若会当伫伊所在地的所在来祈祷上帝。有这两款的状态，咱就知影，咱需要对上帝来的智慧，有需要适当的行动，不管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我相信上帝互咱呼召的是，咱就要有行动，有智慧，互对方所需要的，有对方所需要的。因为有当时咱的帮助，咱若无去经过思考，就来帮助，有当时会互对方受伤，我想最主要重点是安怎帮助人，需要对上帝来智慧，互对方毋若得到帮助，搁爱互对方感受咱是平等的，毋是互歧视，还是互降低迄边。当咱看见需要被长大的肢体时阵，咱就要付出行动，来互伊成长，来教导基督。有可能有兄弟咱会问牧师啊，敢要互人奉献尔，敢有需要想遐多？就是今仔日我看到有人奉献茶仔来，我奉献金钱互伊就好，我敢要考虑遐多？爱考虑哦，因为。所谓面对真实，除了发现家己的真实了后，搁爱发现对方伫生命、伫心理状态的真实。有当时咱安尼奉献的时，较敏感的人可能会感觉受伤，感觉讲我是欠真大晓。
有当时会安尼，可能毋是正安尼，可是总是有可能有一半摆啊，会即款的人出现。安尼，咱若有即款的感动要帮助的时阵，咱着爱真有智慧，真有智慧。有可能是因为伫即个过程中间，咱若奉献予别人的人，咱的心肝内无压力，因为我就是奉献嘛。总是来募款的团体的教会。有当时阮爱面对一款的挑战，什么款的挑战？家己伫心理顶面的挑战，世界去找机会的挑战，逐摆去募款了后，敢会当达到募款目标的挑战？这拢是阮爱所开去面对的。有当时咱若是。用华语来讲，我们如果是给予的一方，没有这些压力，我凭感动奉献，凭感动给予帮助就好了。但是当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咱会发现讲，甲咱过去所认捌的真实无啥共款。当咱看到这个机体时阵，要安怎办？大先，咱爱问一个问题，节气，旧历7月。过情人节一定爱咱翁仔某，也是讲男女朋友要去食大餐对无？要去食大餐，有这个想法了后一步是啥？去餐厅注文啊！你若时间暗了，阁注文袂着，无位通互你注文呢。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要讲的就是爱行动。当咱互上帝起造，互咱有能力看见需要被帮助、需要被扶持的人的时阵，后一步是啥？后一步就是行动。才会当互这个机体上适当的帮助。咱常常用的方式，有当时咱常常用的方式是你明仔载较来，我今仔日为你祈祷。这是伫圣经内底伫圣经内底讲，你若有便毋通对你的厝边讲，请去明仔载较来，我要互你。若对方无明仔载，怎么办？所以祈祷毋是毋好，是咱若有气力的时，咱会当献出时，互对方帮助，咱就会当大方，互对方来帮助。要互对方成长，有当时毋是被帮助的人得到成长，有当时成长的是帮助的人，因为咱互人帮助的时，咱会感觉讲是对方互人，是对方被起造吗？其实无完全是，因为有当时连咱这互人帮助的人，伫主的内面拢得到起造。这部分会搁较后壁来讲。咱被起造是要为着要彼此帮扶。咱毋知咱敢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咱自细汉伫淡水教会遮大汉，一直到今。只敬拜上帝，甲伊好。简单来讲，咱被起造就是要伫所有的层面顶面彼此帮扶，这就是基督的精神。兄弟姊妹，
咱淡水教会敢是一开始就是200-300人，嘛毋是吧？咱一开始的时阵是我马介牧师6个人咧聚会，伫百几当前，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咱嘛是为一个小小的教会，透过上帝的恩典，透过上帝的帮助，互咱成做今仔日的规模，成做北部地区一个指标性的教会。咱的所有的行动拢带着真强的影响力。有可能伫即个教会起造的过程中间，别人还是讲有其他的团体、其他的上帝的帮助伫咱的生命，伫咱的教会中间，互咱今仔日有能力会当互其他的肢体得到帮助，我想帮助人甲被帮助会成做一个互相影响的一个循环。对咱来讲，咱被帮助的时阵，咱就会当伫这中间去真实来经历上帝的同在甲恩典。当咱有气力帮助其他的肢体的时阵，来透过咱的帮助，上帝祝福每一个咱所接触的肢体，会当甲荣耀归乎上帝。伫这个过程中间，咱的角色伫帮助人甲被帮助的人这中间不断的变化。有可能咱今仔互人啊。有可能咱今仔是收到的，伫奉献、伫人、伫人才顶面的帮助，会当互咱伫信心，会当互咱伫情感，会当互咱伫听顶面来收到超过咱所想象的。最后，咱要来看，咱的被起造是要实践。基督伊一听，上帝基督一听，是咱被起造最开始，也是最后的计划。有当时咱在帮助人的时阵，咱常常爱想到一项代志，就是今仔日我做这个代志是为着谁来做？毋是为着美甲咱教会，毋是为着什么款的教会。毋是为着咱家己，是为着上帝荣耀，是为着上帝的听。所以咱才有这款的行动的气力。我们的彼此帮扶，如果不是为了基督的爱、基督的荣耀，那么就没有了意义。咱若帮助别人，毋是要彰显我的气力，咱的帮助别人是因为上帝互咱有彼此服侍的机会，咱伫听的中间彼此服侍、彼此扶持的时阵，基督的国度就伫咱的中间被彰显出来。有可能你会问牧师讲：牧师啊，是毋是我一定爱奉献偌济，较对得起上帝互我的恩典？其实这项代志，牧师会当甲你讲，你一定爱奉献偌济，才对得起上帝。我想，伫这个过程中间，不管咱是奉献100块，不管咱是奉献1万块，伫这个过程中间，上帝因为你的奉献，会来帮助到每个人教会。上帝会透过你的奉献，会透过你的帮助，来互淡水教会来迎接更较大的荣耀，更较大的恩典。阿们。搁一摆多谢淡水教会会当愿意接纳阮来到遮，为着教会建堂的需要来甲大家来募款，求上帝来感动咱列位兄弟，为着咱偏乡，为着咱原住民的教会，伫各种的需要顶面有份。头拄牧师咧讲着讲，有当时山顶的原住民厝内底无水的时阵，搁爱行40分钟，去到上帝，毋是上帝，去到山顶来接水管，也是讲用各种的方式来处理，互厝内有水通用。这是伫都市内底的咱所无法度通想象的，所无法度通想象的。所以，
来甲教会来甲咱募款，搁较济是要甲咱来介绍原住民的教会、原住民的家族、原住民的家庭，即马面对的各种的现状，各种的现状。嘛毋通因为牧师安尼讲，就感觉原住民足可怜，无啦，阮活甲足幸福的，阮活甲足幸福的，这是伫即个过程中间，阮需要透过募款来，互阮家己的会堂会当顺利来去做完成。最后，诚心来邀请咱的兄弟伫卫营时阵来山顶行行的，来山顶行行。你若要来美加咱教会，其实袂歹找啦，因为一条路尔，一条路尔，一条路通到教会安尼，会当来山顶来行行，来体会福音伫无共款的所在有真侪款无共款的发展。愿上帝来祝福咱的奉献，愿上帝互咱伫伊的厅内底互相起造，做伙得到利益，互上帝的厅真大真大伫咱中间来彰显。咱做伙来祈祷。万福的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今仔日的经文，互阮伫今仔日的信息内底来得到感动，来得到起造。主啊，你互阮有遮尔丰富的恩典，遮尔富有的环境。主，阮知影，毋那甲是阮家己要领受，毋是阮家己要享受尔。主啊，你互阮遮尔多。阮知影有搁较大的目的，是要甲其他的肢体有需要的肢体来互相来分享，互相来扶持。因为主，阮知安尼才有将你的听真实来彼此来彰显。求你帮助阮，互阮伫即个过程中间领受感动，互阮伫即个中间内底，甲其他教会的起造有份。会当互主你的上帝国伫毋管对一个角落，拢会当真大真大的彰显。主啊，阮将阮家己交托仰望伫主你的手头，愿你帮赞施恩赐福。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性命来求。阿门。